我伫遮吼，甲大家分享吼，毋管你要支持蓝色、绿色的，拢无要紧，毋通亲像绿色的安尼，规工伫台湾伫骂中国大陆、共产党无民主无毋对，可是莫伫台湾骂，拜托诶，你介意中国大陆骂，甲恁无啊咧？你伫台湾骂中国大陆，你是咧告背火车哦？你敢听有？你有叫嚣，介意中国大陆吗？火轮机钱恁爸也咧出，规工伫抗中保台，从马英九做总统8年，到出卖台湾，敢有到侮辱咱台湾人的人格？恁毋是，恁即马民进党伫做执政党，愈做，互咱台湾人的骨气、骨架拢攞出去啊！规工伫遮抗中保台，抗中保台，看恁老母啦，看不中保台。介意中国大陆吗？拜托诶，若无机票钱恁袂出，看要几个去？去遐叫，去遐骂，连3顿拢我咧出，无即个叫嚣啦！上帝卖台湾，你为台湾好，安怎好？你讲出来，嘴咧讲为台湾好，是为恁家己落力也好，为恁家己诶权利好。看有法度，毋是做总统，看有通好做台湾诶皇帝，恁爸啊看真透。这种的暴数啊，比土匪甲土匪啦！即摆民主讲2句话要查，如果惊我用查水表，我都讲一摆，电表、水表、加速表嘛来，恁爸也无得惊啦，去惊啥？讲2句话实在话，恁爸也无偷无抢，恁爸做乞食嘛袂去国家分啦，安尼恁听有无？大家啊，较气诶！